今年2月份的时，伫中华河美的一个十字路口有发生小学生出车祸死亡的案件。中华管区伫9月份的时，即马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设备护岛。结果呢，因为赛车的人即马也未管事，伫所在直直出车祸。2个月来，上无已经发生3起车祸。这台红色的车弄到这个行人庇护岛，连啊轻甲车身拢刮掉。这台车更加直接骑在顶面，袂顶袂动。另外，这台粉红色的跑车车头更加是规拢歹去。中华河美的这个路口经过道路改善工程了后，附近的民众讲，车去压到也是弄到情形，反倒当时更较多咯。拢家爬去，拢爬去安全岛悬顶。两台爬去啊，一台吼，拢3台吼，今仔佫下倒佫1台。啊，袂去进前无即种问题，袂安尼啦，无即种问题啦。今年2月，中华河美的嘉庆路甲中心路口，一个小学6年级的学生伫遮不幸互车弄死。官府检讨原因，发现车原本无行专线倒救，也无行人庇护岛，常常有要倒弯的车抢紧，车就切入来，危害到过路人。今年9月完成改善了后，加行专线倒救入来，并且增设行人庇护岛。不过，未少开车人无遵照行车导引线，才弄到庇护岛。A3类的交通事故13件。然后大多数就是在我们左转弯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 A 柱死角。民众讲，当地瓦郡工业区甲国道3号来往的车真多，新设的庇护岛无警示，常常被弄到。警方赶紧看到这3个水，希望减少事故发生。官府讲，最近来重新来检视这车辆行车路线。我们导引线会再把它画的半径小一点，让它降速。不要去 A 到那个庇护岛，左转的时候要约略让这个引导线去对齐你前挡玻璃的左下角那个位置，就会依照着设计好的轨迹去做左转。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相关道路规划都要提供过路人庇护所在，买导引车辆进入正确车道，建议使初期先设置防止弄到条以外，开车人的习惯嘛要改变，才法度确保人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